匆匆跳跳又来了，夜班来到台南市，天夜市的节目当中，会安排一众多精彩内容呢。看到小朋友贴舞台后，尽情展现七界才艺，为现场带来欢乐的气氛。除了呀，会和特别安排的欣赏了后生的合照，想要睇下那多的精彩内容，就绝对冇变过夜市哦。组上场的小朋友会带来2条第2小嘅客家童谣，小老鼠、老五讲歌，接下来就来看那也都要表演咯。面目猪皮公嘴，皮公嘴，面目猪皮公嘴，皮公嘴，还有2只。生意讲，一个手给那个面，那个面。树中高台，还有时喊来，黑暗的毛林来，叽里咕噜，叽里咕噜滚下来。接下来上场的小朋友会带来第2小嘅歌舞表演，接下来就叫下来看啦，小朋友带来嘅演出。咕咕咕咕咕咕，大家坐下啦。安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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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俺係好朋友，一家大細跳，跳扎跳上跳。海在跳海跳那年，手頭有手下，咕咕咕咕咕，嘎嘎轉落下，哇哈哈哇哈哈，節目就開始啦！安姑安姑安姑，俺係好朋友，一扎鋼筋跳，六扎跳上跳。海在跳海跳闹熱，手頭有手下，咕咕咕咕咕，嘎嘎轉落下，哇哈哈哇哈哈，節目就開始啦！安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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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俺係好朋友，一扎鋼筋跳，六扎跳上跳。海在跳海跳鬧熱，手頭有手下，咕咕咕咕咕，嘎嘎轉落下，哇哈哈哇哈哈，節目就開始啦！哇哈哈哇哈哈，節目就開始啦！我嘅客家音樂最好聽。太高。好，我們等一下呢，到時候你音樂下去，我們會先有前奏，對不對？我們前奏首先放着等，好啊。有看到攝影鏡頭的，我們要記得一直對攝影鏡頭要微笑，你笑太假了。好，我們放輕鬆，好。我這拉點也要記得笑啊。再軟一點點，臉要記得笑，臉要記得笑。
看着伊。今不日下日表演嘅係法术下係思涵用小提琴表演，我用 keyboard 老吉伴奏。那呢一首歌曲正經到學堂想要分享俾所有嘅朋友。我感覺學小提琴最困難嘅地方係抖音還有插音，因為我都改唔過來。就抖音，就手腕不能彎，這樣錯誤的。那正確就只能這樣。那用手會痛嗎？很痛。會痛。哦。那用動辛苦係嗎？唔會，手會痛唔會辛苦。哇！之前還要用慢動作練。慢動作啊，有長繭嗎？冇，練習都唔拉。有一般來將高音嘅咪來成高音嘅降咪，鼓手幾首歌曲變做小調歌曲，對，因為它原本是那個很好聽的那種大調，然後變小調就會變得很悲哀。其實蠻好玩，當後教嘅係因為我只有1禮拜嘅練習嘅時間，挑先做嘅那個冰料嘛，你就冇時間見面，鼓手開課咧，你就找大概1個禮拜的時間一起練習而已，所以其實相聚的時間很短，只是就去懂後教，因為有懂神奇嘅事情。有時候可能是我彈錯，有時候他拉錯，在那個錯誤過程中，其實我們是互相學習相長，然後就是我們之間好像比較像是姐妹的感覺，親後教，就會藉由這樣子一些活動拉近師生的距離。他會因為喜歡這個欣賞，鼓手想要學客家話。他本身對音樂就懂有興趣，鼓手客家嘅音樂對佢來講沒有係真困難嘅事情，還有幾次嘅會查字典，所以他其實很少來問我些什麼，他都是大概練得差不多才說，老師我給你聽聽看，這樣有錯嗎？出錯嘞，那就沒問題了，所以他一直都還蠻讓我放心的，練習的過程很辛苦哦，不過啊，係講堅持下去，就聽出會有動作動好的成果。接下來，就跳下來欣賞欣賞老學生的聯合演奏《法術下》。法術下，你是彈過嗎？法術下，開到奶奶嘅法。
晚3点诶。法术哈，有一个老师傅哦。法术哈，你是糖果